喺2018年11月26日之前發出嘅舊款智能身份證，將於2025年分兩階段失效。第一階段涵蓋響1970年或之後出生嘅舊款智能身份證持有人，其舊證將由2025年5月12日起失效。第二階段涵蓋響1969年或之前出生嘅舊款智能身份證持有人，其舊證將由2025年10月12日起失效。除非舊身份證持有人根據入境條例已喪失永久性居民身份，否則佢哋響香港嘅居留權唔會因其舊身份證失效而受影響。仍持有舊款智能身份證嘅人士，需預約於觀塘臨時辦事處辦理換領新身份證。合資格嘅申請人可經香港政府一站通或本處嘅流動應用程式先行預約及預先填寫申請表格。香港政府一站通嘅網址為 www.gov.hk/icbooking。申請人亦可透過電話預約服務熱線2598-0888進行預約。18歲或以上並持有有效本地簽發舊款智能身份證嘅人士，亦可使用設置於將軍澳入境事務處總部嘅申請個人證件服務站，以全自助形式辦理換證，無需預約。